高雄有設台灣頭一間台語實驗國小，也若南投即馬也有機會要來設第二間咯。南投有機關建議講呢，原來因為少子化，可能會防廢校的這個國小會當轉型做台語實驗國小。南投縣教育處表示講，樂觀其成，也若樂國的水電國小的校長也認為講，這個方向是真好的。南投縣目前138間國小當中，學生的人數無到30人的小型國校有20間，面臨招生困難、閣停辦的危機。南投縣議員林有有建議，認為縣府提早輔導轉型做台語也是客語的實驗國小，讓學校有特色、有終身的機會。在微型小學會使來順利來甲伊轉型並做台語實驗小學。今仔日早起2號。阮上課聽到，樂國鄉水電國小是偏鄉的國小，全校只15個學生啊，不過台語的朗讀表現真優秀。校長表示，學校一直真認真來推動台語的教育，家長嘛真支持。把做有法做轉型做台語實驗學校，對學校的招生也是有幫助的。尤其呢，台語是國家重要的語言之一。所以呢，讓囡仔有法度傳承咱古早人的智慧，對咱囡仔的所有的幫助也非常的大。我剛剛寫在氣扣買啦，很多語言都需要嘗試嘛，就像英文一樣啊，所以台語也一樣的重要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人口調查，平常時會使用台語的囡仔才剩7.4%爾，安怎會當提升台語的人口，成做真重要的課題。文化部民俗省議會委員梁志忠，伊提出一個日本時代的契約，伊講這攏要用台語，較有法度看有。同意者是台語的寫法，北京語無人咧寫同意者，內底所寫的語言，攏總是要用台語來解說，才較看有。如果這族群也無語言來講的話，吼，都無存在啊。這自然就無啊。我真贊成台語的實驗學校會當做正經的教育。目前國內有頭一間台語的實驗國小，就是高雄的板嶺國小。南投一議員提出了這個想法了後，地方嘛期待未來會當在南投成立全台灣第2間台語的實驗國小。記者洪怡秀南投報道。